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再次在线上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若你身旁有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或是你的亲戚都好，你跟他说，在这个时刻，我可以跟你一起敬拜，好幸福的事情。是的，这个我可以跟你敬拜是好幸福的事情。感谢神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小小的经文，短短的经文。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第7节开始，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，一个打水的妇人，跟他一个对话。OK， 所以耶稣遇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他就跟他讨论：打水啊，我口渴，怎么样？所以，你有没有水可以给我喝？正当他们在讨论这个同时，耶稣发现了他生命的问题，耶稣知道他里头的问题，所以耶稣安慰他，也耶稣鼓励他。在经文的最后，耶稣跟这个妇女的对话之后，在23节，耶稣是这样跟撒玛利亚妇人这样说的：他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我们再读一次，1、2、3，来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阿们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应许。耶稣跟这个妇女的对话，他告诉他，我们要敬拜神，不会是要去哪一座山，不会是因为要去到某一个地方，而是你在你所在地，只要你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，神都在那里，而且神都在垂听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，预备好我们的心，预备好我们的心。这个时刻是我们再一次遇见神、经历神、被神触摸的一个时刻。不管你在高雄本地，不管你在外地都好，因为你上线，神与你同在。因为你在这个时刻，你分别为圣出来，神会与你同在，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数到3，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我们来呼喊3声主啊主啊主啊的时候，带着一个迫切渴慕的心，我们跟神求说：主啊，今天我要得着一份礼物，主啊，今天我要得着一份恩典，是你为我预备的恩典，是你为我预备的祝福。数到3，我们一起呼喊3声主啊，之后我们一起来祷告，1、2、3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哈利路亚！圣灵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来充满我们。即使我们不是在一起，即使我们没有聚集在教会当中，但是圣灵，你透过线上，你的圣灵是不被限制的，你充满我们。圣灵，你浇灌下来，圣灵，你这个时刻就充满我们的家里，因着我们的摆上，你祝福我们的家里。圣灵，我们要跟你求一个礼物，这礼物是你要给我们的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。跟你身旁的人说，你要预备好来领这份礼物的。阿们。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。嘿，听到这个前奏，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，要来高声唱，来敬拜他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从头来宣告说，来高声唱，一起来拍手啊！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对，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
跟他一个 high five， 跟他说：我要听到你大声的敬拜，我要听到你大声的敬拜。一起来说：来高声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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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嘿嘿嘿，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拍手拍手来大声赞美，唯有他配的赞美，因他是主。喜在今在，快来君王，万喜万喜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，宣告说唯有他，唯有他配的赞美，因他是随着音乐自由摇摆你的身体。今在快来君王，万喜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。举起手宣告说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，拍手来敬拜他，唯有他配。嘿，我们的神配得我们的赞美。喜在今在，快来君王，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，他是主耶稣，宣告他是主耶，再次来说他是主耶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，最后一次说他是主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刻，我们一同安静的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在这个疫情的时刻，在这个艰难的时刻，我们再一次求神的爱先来保护充满我们，神的爱先浇灌下来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更要寻求神的爱来保护我们，免受一切的压力、惊慌、害怕。弟兄姐妹，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，我们跟神求：主啊，求你来爱我。主啊，我们也说我们爱你，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。唯有主的爱来充满我们，我们才有力量，才有盼望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，说：主啊，你的爱来充满我们。数到3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：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你的爱充满我们，圣灵将你的爱浇灌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唯有主爱充满在我心，我的心灵喜乐赞美主，在此盼望之地，充满喜乐之地，向主献上我的爱。唯独主的同在充满我，
我的心灵赞美主生命，再次盼望之地，荣耀圣洁之地，向主献上我的敬拜。从头来，唯有主爱充满在我心。是的，主啊，我的心灵喜乐赞美主，再次盼望之地，充满喜乐之地，向主献上我的爱。唯有主爱，唯独主爱总在充满我，我的心灵赞美主生命，再次盼望之地，荣耀圣洁之地，向主献上我的敬拜。主赐我一切丰盛恩惠，我心难以诉说，我心灵喜乐地跟随主脚走，向主献上我的生。对主说，主赐我一切丰盛恩惠，我心难以诉说，我心灵喜乐地跟随主脚走，向主献上我的生。我们从头来敬拜他。有主爱充满在我心，我的心里喜乐赞美主，再次盼望之地，充满喜乐之地，向主献上我的爱。唯独主爱，同在充满我，主的同在，心灵赞美主生命，再次盼望之地，荣耀圣洁之地，向主献上我的敬拜。对主说，主赐我一切丰盛恩惠，我心难以诉说，我心灵喜乐地跟随主脚走，向主献上我的。举起我们的手，对主说，唯有主赐我一切丰盛恩惠，我心难以诉说，我心灵喜乐地跟随主脚走，向主献上我的生。主赐我一切丰盛恩惠，我心难以诉说，我心灵喜乐地跟随主脚走，向主献上我的生。我的心灵，我心里喜乐地跟随主脚走，向
献上我的。最后一次说，我的心里，我心里喜乐地跟随主教宗，向主献上我的一生。是的，是的，主啊，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自由的来敬拜他，洗礼。最后一次对主说，主赐我一切丰盛恩惠，我心难以诉说，我心里喜乐地跟随主教宗，向主献上我的一生。是的，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唯有主的爱先来充满我们，我们才有力量面对这世界。主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，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你的圣灵依然时刻的与我们同在。盼望今天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，从牧师的信息得到满满的恩典与礼物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接下来是由我来报告本会的消息。第一点，右昌教会公告。第一小点，本会依照高雄中会的指示，为配合高雄市政府的防疫规范，即日起，教会所有的相关实体聚会都暂停至6月14日。但周三的祷告会、周六青虫、主日礼拜、台语礼拜、华语礼拜，我们都会有线上的直播，敬请大家一起来参加。第二小点，线上聚会期间，敬请小组长来配合。第一点，回报各组线上聚会的人数。第二点，学青牧区、儿童牧区的小组长们，请务必协助孩子、年轻人做到奖学金申请的规定事项。第三小点，因为只有线上礼拜，弟兄姐妹如果要奉献，可以利用周报的封面的银行账号来奉献，也可以直接到办公室来奉献。第四点，在疫情中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，小心防范，但不要惧怕。请大家更多的祷告，以实际的行动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第二点，本会自6月1号到6月30号止30天，每天清晨5点半推动复兴祷告小组线上早祷会，欢迎大家上线来参加，也欢迎弟兄姐妹购买复兴祷告小组30天祷告手册，一起来灵修亲近主。第三点，109年度捐献证明收据已开立完毕，若需要收据报税的兄姐，请洽我们的办公室来索取。第四点，本会为庆祝社教70周年，举办右昌教会设立70周年 logo 设计甄选及歌曲创作甄选的活动，欢迎有这方面的专业的弟兄姐妹来踊跃报名参加。第五点，因疫情关系，6月份的长执会延至6月20号召开，敬请各位长执及单位的同工留意参加。肢体消息方面，第一点，互助社第一小点，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率
年息1.8%。欢迎社员有意贷款或转贷，请至我们的互助社来洽询办理。第二小点，日本家之光协会举办第29届世界儿童绘画比赛，请本社6岁到12岁的社员踊跃的来报名参加。截止日是到7月23号，请洽我们的互助社。第二点，相助会的消息，元中教会林万福弟兄蒙主恩召，安息主怀，敬请相助会员缴交相助会费。以上是这礼拜的报告。若需要知道更多的消息，可以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连结。也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教会的最新影片哦。好，这个时候还在忙碌的弟兄姐妹，要请你先放下手边的事情咯，因为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信息时间。今天的讲员是翁世军牧师，他要分享的题目是上帝赏赐给你真正平安。让我们一起欢迎翁牧师。各位线上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在这个疫情严峻的同时，你是不是有感触到许多的恐慌，许多的惊恐害怕？但神告诉我们不用怕，他与我们同在。在我们在分享之前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在约翰福音书第14章，我们从25节到31节。约翰福音书第14章25节到31节，神的话这么说：我还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已对你们说了这些事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，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一切话。我留下了平安给你们，我给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你们的，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过，我去了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你们若爱我，就会因我到父那里而喜乐，因为父比我大。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使你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会信。我不再和你们多说了，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将到，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。我这么做是照着父命令我的，为让世人知道我爱父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愿神祝福愿意听而且愿意遵行的人。各位线上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从4月份开始，从华航机师感染武汉肺炎，成为台湾防疫的破口。这个破口感染到延伸到万华阿公店，这个疫情从万华阿公店不断蔓延到新北市、台北市、宜兰、彰化，增加许多染疫的人数。许多人在每天下午2点的时候，都守在电视机前面来聆听中央卫福部公布染疫的人数，看哪个区域染疫最多，看这个染疫的人就足迹在哪里。许多人因此到各大卖场去抢购泡面、卫生纸等民生用品，甚至连菜市场的民生物资也随之飙涨。我们试想，这样恐怖的心情，依照我们的能力，我们还能撑多久？染疫的灾情不是短时间可以解除的，是否
有一天百姓撑不住了而崩溃呢？是否因为这疫情造成许多悲剧呢？面对疫情再次扩大，许多行业因此纷纷结束营业，例如旅行社、饭店、连带游览车的行业招揽不到生意，而纷纷结束了公司。许多人看不到疫情结束的盼望的一天。相对的，台湾百工百业的萧条，难道这不是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挑战吗？基督徒在人生当中面对大小的苦难挑战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该怎么面对？但主耶稣对我跟随他人，主对他说，他并不否认人生有苦难。主耶稣对于门徒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们在信仰当中，我们会看见上帝给我们得胜苦难的盼望，因为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，他已经胜过了。在约翰福音书的作者在写这书的时候，正遭受许多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时刻。主耶稣这段话带给当时初代教会许多信徒相当的鼓励跟安慰，使他们面对迫害的同时，他们不会感到害怕。各位网络上的兄弟姐妹，当我们面临全球性的武汉肺炎的侵袭，我们每天看新闻报道，新增感染人数的增加，我们或许心里有多少沉重，甚至不敢出门逛街买东西。做生意的人，他就面对经营的困难的压力。听说百货公司原本早上10点就开始营业，然而因疫情关系，延到中午12点开始营业。原本10点才结束营业，也因为疫情关系，提前到8点就关门休息。前后时间接下来只有7个小时可以营业。面对许多经营者来讲，顾客不上门，工作时间缩短，他们的生计受到很大的打击。这样的挑战如同末日一样，看不到盼望。我们知道，不仅只有事业上面临这样的挑战，许多人也面临身体上许多的疾病的困扰。有些人是因为癌症的因素，有些人是因为忧郁症的病痛，有些人是躁郁症的病痛。不管身上有什么大小的病痛，都带来人的忧郁及灵性的低潮。最近牧师看到有一本书，这本书是写到有关忧郁的书。这本书名叫做《司布真的哀愁》，作者司布真牧师，他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浸信会牧师。他这么说：真实的魔鬼，他不会引发忧郁，但是他会像狮子看到体弱多病的斑马所吸引。这邪恶的家伙会吞噬那些瘸腿的、患病的、身体衰弱的，他们会从中得到乐趣。换句话说，可畏的仇敌决意对准那焦虑的灵魂。可畏的仇敌，他喜欢制作越多的忧郁的人越好。那各种控诉、谴责、残忍的话语，
会堆在喘不过气的受苦的头上。因此，司布真牧师说，当我们失去了对人的爱及包容及扶持的力量的同时，我们等于为了撒旦制造更多心情忧郁、心情不喜乐的人们。忧郁的心一直缠绕着他们生命，如同蟒蛇缠绕动物一样。对这些忧郁、心情不喜乐的人来讲，每次的病况的发作就如同末日一样的来到，没有充满了盼望的心。当时面对迫害的基督徒的人，主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必须遵守他的话。耶稣不仅只有要求遵守，主耶稣必须应允他的话。主说：“爱我的人都会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亲必定爱他，而且我父亲和我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在。”我们从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耶稣必定会与那遵守他的话人的同在。不仅是耶稣与他同在，连天父上帝也与他同在。不仅是耶稣爱他，连天父也爱他。各位兄弟姐妹，网络上的朋友，对耶稣的爱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以遵守他的命令来表现出来，以信心和顺服回应他一切的教导。所以当我们在信仰告白当中爱主，我们不是凭着口说我爱主，我们是透过行为来显示我们爱上帝。主耶稣对于愿意遵守他话语的人应许，什么应许呢？主耶稣不仅爱那些愿意遵守的人，连天父上帝也与他同在。这句话对当时受到逼迫的基督徒来说，带来极大的安慰及鼓励。不仅这样，主耶稣也应许我们什么？在约翰福音书第14章26节这样说：但是那为助者，就是父亲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，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，并且使你们记得我对你们所说一切的话。耶稣在讲这段话语的当中，耶稣知道他要离开门徒的时间一天一天的逼近，因为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为了人定十字架，时间快到了。但是主应许这些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不会成为孤儿。天父上帝因着主耶稣的因素，差遣了圣灵来到我们中间。上帝要透过圣灵的工作来启示我们。神的话这么说，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，就是要把属灵的事情和敬虔的事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如何在属灵生命与主耶稣连接在一起，经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敬虔的态度。如同彼得后书第1章这样说，神人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。上帝用他的荣耀呼召我们认识天父上帝，使我们进入命定的之中。神这么说，并且
使你们记起我对你们说一切的话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这句经文当中，就是圣灵的工作，不只使人记得神的儿子真实的话，而且要把主耶稣对门徒所说过的言语，活活的表现出来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的真理，我们必须要透过圣灵来引导。在约翰福音书第16章13节说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真理，神的话，我们必须要透过圣灵的指教，圣灵的指导，使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愿我们透过圣灵，我们永远不离开神的教导。我们透过圣灵的教导，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强附在自己所领会的。所以圣灵是导引我们认识神，导引我们遵行神的道理。主耶稣他应许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我们首先要厘清什么叫耶稣所赐的平安，跟世人所赐的平安到底它的差异在哪里？所谓平安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叫 shalom， 平安就是没有任何重担，平静安稳。世人所赐的平安的意思，就是人以安全感为他的平安，也就是说，当人用某个因素为他的安全感，他就有平安。世人所建立的安全感，若是在财富、在地位、在民生、在权力、在人脉、在能力上建立他的安全感，建立他的平安。然而我们思考，一旦这些外在的条件失去了时，他等于失去了安全感，他也等于失去了平安。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上有许多人，一旦失去了安全感，失去了平安，他人生就看不到未来的盼望，如同世界末日一样。所以有些人会将他的安全感建立在民生，当他民生一失去，他也失去了人生的安全感。世上的人用外在的条件来成为他的平安的依据。然而我们思考，这些外在的条件难道在他人生的道路，在他一辈子都拥有吗？不一定。这些外在条件可能会在因为某些因素而失去。然而当他失去这些外在因素的所谓的平安的同时，我们看到他会失落，他会感到没有盼望。所以有些人一辈子建立了响亮社会财富，建立了属世的地位民生的时候，但当失去了时，他就失去了平安，他就失去了安全感的依靠。有些人的安全感就建立在亲人上，比如说他的母亲，比如说他的父亲。一旦他的亲人过世时，他就如同世上的灵魂一样，无所依靠。当他人生的盼望及依靠瞬间崩盘的同时，有人因此终身郁郁寡欢。难道我们的安全感，我的平安要建立在可改变的因素上吗？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留下了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
让我们思考主耶稣他赏赐给我们平安到底是什么。在诗篇23篇，主对我们说，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。主耶稣应许我们人生或许会走到一个死荫的幽谷，或许我们过去所依靠的民生、地位、财富、权力，可能甚至我们的安稳的生活，我们可能瞬间失去的同时，我们人生如同走到死荫的幽谷。但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不要担心。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用害怕、不用担心呢？因为主告诉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今天不管死荫的幽谷是你因疫情影响的收入，或者你的事业，或者你的身体健康，或者你的人际关系，或许各样的人事物，这些因素或许引起了死荫的幽谷，甚至刚刚说的忧郁症、躁郁症，让你跌入死荫的幽谷。但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。司布真牧师在《上帝主权的恩典》这本书，他说上帝是真真实实的大君王，他并非徒有王权，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，统管的缰绳在他手中，甚至他此刻能向人说话。在旧约申命记32章这样说，唯有我是上帝，我以外别无他神，我使人死也使人活，我打伤人也医治人，没有人能脱离我的掌握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世上的事情看起来是偶然在空中飞舞的尘土，好像泥土在空中飞，我们抓不住。世上的事情好像在空中飞舞，我们都抓不住，随时会变化。然而对于我们全能的上帝来讲，他是统管万物的神，没有任何事情都遗落在他的手中，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，任何事情都在他的智慧的掌权。我们看到世界上的政权执政，有些执政者以专制的手段压榨百姓，像缅甸政府，像我们前几天纪念的64天安门，当年的中国是如何用坦克、用武器来镇压百姓。然而我们如果从圣经来角度来看，上帝的国度一度显现给当时骄傲自恃的巴比伦王，然而巴比伦王最终还是灭亡。然而我们看上帝的国却是永远存在的国。世界哪个国家政权会到永远不会灭亡呢？你看到一个王可能刚登基，一个总统可能刚上位，但不过多久，几年时间，这个王、这个总统、这个执政者就马上就下台一鞠躬，转眼这个执政、这个王权就瓦解了。所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每个朝代都是一代过一代，只有上帝的王权到万世代。
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要仰望存在，仰望永远存在，带给我们内心真实平安的上帝。因为没有任何王政权大过于他。在诗篇47篇第8节，神的话这么说：上帝坐在神圣的宝座上，他统治万国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上帝坐在他神圣的宝座上，永远掌权。我们看到当时这些文士、这些法利赛人、犹太人、罗马人，把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得胜了，他们把他们眼中钉的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解决他们的眼中钉耶稣的生命。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，主耶稣死后的第3天复活了，上帝依然掌权在其中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的生命要因上帝掌权得到永远的快乐及喜乐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让我们用灵魂的眼睛再一次看见，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第一天的同时，他已经掌权到末日。上帝从第一天的创造到末日，他仍然要掌权。我们要学习像摩西的姐姐米利暗，她说要歌颂上主，因为他赢得光荣的胜利。是啊，你是否因为盼望得到上帝的喜乐而感到喜乐的生命吗？你盼望你得到上帝掌权给你的平安吗？所以你必须要时刻与神对齐。有一本书的作者就说与神对齐，这作者叫亚瑟·因崔特。他说，对齐是一种与上帝建立亲密及顺服之上的秩序，从耶稣与天父的关系开始。的确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，即便那痛苦的十字架，他依然顺服天父的旨意，完全的顺服，与天父对齐。所以我们必须敞开心门，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，由主耶稣做你生命的领导者，使你内心生命与主有亲密的连结，由主耶稣成为你救赎的关系。因为你跟主耶稣有亲密救赎的关系，你就愿意进入顺服上帝真理的道路当中，透过真理的价值领受上帝给你的平安。我们今天面临了这全球性武汉肺炎的威胁，特别我们看到台北市、新北市、万华、基隆、宜兰，甚至最近的苗栗，都因着武汉肺炎的罹病人数的增加、死亡人数的增加，许多人面临了心理的焦虑及不安。世界的人以生活的安稳为他平安的依靠，然而人倚重的安全感带来平安是真实的吗？人过去用民生追求的民生地位，看金钱如命的人，甚至有不择手段来赚钱的人，然而这些外在的条件真是带给他平安吗？这些条件如果失去，他的平安就不见了。
他就会陷入无限的恐惧及不安当中。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虽然我们人生会走到死荫的幽谷的挑战当中，但主告诉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。上帝与我们同在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会保护我们，如同鸽子保护小鸟一样，用它的翅膀保护在它的翅膀之下。他对我们的任何处境，他不离不弃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只要你愿意打开心门，邀请主耶稣进入你的心中，上帝就给你真实的平安。你不会因为外在因素的改变使你感到恐惧，他与你同在，他给你的是真正的平安。你愿意接受耶稣给你的平安吗？如果你愿意，就在这个时刻，你跟牧师祷告，你会感到真实的平安。这时候，牧师邀请你，你愿意把你的手放在你心里，来跟我一句一句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在武汉疫情严重的时候，在武汉疫情严重的时候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邀请你进入我的内心，邀请你进入我的内心，做我生命的神。做我生命的神。我相信我相信你与我同在，你与我同在，求你赏赐给我求你赏赐给我来自你真正的平安，来自你真正的平安，让我内心让我内心不再恐惧，不再恐惧，使我们的内心使我的内心享受你的平安。享受你的平安。我这样祷告，我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好，我们一起说：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源永流。不，从头来说，主耶稣，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源永流。呼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给你平安，耶稣给你真正平安，深深在你心里，源源永流不断。哦，耶稣给你平安，跟耶稣说：给我平安。耶稣，耶稣给我平安，耶稣，耶稣真正平安，深深在我心里，源源永流不断。哦，耶稣给我平安。这时候，我们来为了几件事情来祷告。第一个，为了中国，为了缅甸政府，他们用武力来镇压百姓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这两个国家的百姓停止镇压，让国家恢复民主的运作。我们为了这个来祷告。其次，我们为了
印度、越南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的武汉疫情不断扩张，我们来为他们的祷告，求主来让武汉疫情在这些国家的严重的同时，然后赶赶的除去。阿门。我们为了台湾最近疫情的蔓延来祷告，特别双北市来祷告。我们感谢上帝，上帝垂听我们祷告。最近台湾下雨水，求主帮助，让降下雨水继续，让所有水库的水都得以满足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我们向你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缅甸及中国用武力镇压的带来百姓的伤害。求主你让这些政权来早日恢复民主，让百姓来得到自由。主啊，我们为了印度、越南、中国、马来西亚的武汉疫情来祷告，求主你亲自保守，让这些国家的疫情能够得到疫苗，然后得到解决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在台北、新北及宜兰、基隆及苗栗有许多地方的疫情罹病人数越趋的严重。愿主你透过疫苗，透过我们的防治，让这个疫情不再严重。主啊，为了我们所有的教会兄弟姐妹身体健康的人来祷告，愿上帝亲自来医治他们，成为他们的医生，让他们身体肉体软弱得到一切的恢复健康，得到健壮，因你神的恩典。愿主你亲自给我们祷告，愿主亲自来帮助我们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头来宣告说：耶稣给我平安。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源流流不干。一起说：耶稣要给你平安。耶稣给你平安，祝福你的家人说：耶稣给你真正平安，见证在你心里，源源永流不断。哦，耶稣给你平安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为了这些疫情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特别新北、苗栗、新竹、基隆，许多的疫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愿主你给我们这些首长有主你的智慧。阿门。主啊，让这疫情赶快的消除。阿门。主啊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的台湾在这几天降下雨水。阿门。虽然有些地方成灾，主啊，愿主你帮助他们，透过救灾，让他们脱离水灾的痛苦。阿门。主，你让水库，台湾的水库因着雨水得以充满，让台湾不因缺水感到烦恼及忧心。我们为了我们教会，所以线上有许多人身体病痛，主啊，求你医治他们，求你让他们的身体因着你的医治，经历到你圣灵大大的做工，让他们生命当中经历到恩典，让他们从此来见证主耶稣，你是又真又有神，你是垂听祷告的神。愿主你祝福我们的佑昌教会，祝福我们所有线上的兄弟姐妹，不管任何病痛、忧伤、事情的幽谷，主你都与他们同在。愿主你施恩带领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名求。阿们。我们这时候来领受神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
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阿门。愿上帝赐福你真正的平安。